再来看捷克甲斯洛伐克将纪念1989年终结共产党统治的西洋革命，两国拢有真侪百姓行上街头。因是强调讲，民主需要捍卫争取，嘛需要保护。其中斯洛伐克的民众是真不满总理费佐领导的联合政府，甲罗西亚挖了上紧哦。捷克民众是真不满好野人巴比斯，甲两个无信任欧盟的政党签署联合执政的协议，准备要来做新政府。 斯洛伐克2900万的民众上街抗议，反对由总理费佐领导、有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甲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费佐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佮主张甲罗西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Nevadí mi, že prší. Keď som bol v 89. snežilo. Nesloboda, stýkanie sa s Rusmi, s vrahmi, bolševické metódy.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有数千民众组织的历史悠久的旧城广场悼念当年游行和警察镇压的学生，将其为催生反极权大师。1989年，西洋革命领袖哈维尔，当年哈维尔率领和平抗争，杀倒捷克斯洛伐克40年的共产政权。随后当选总统是为民众主要诉求，是烦恼领导国会上大党的亿万好野人巴比斯，甲欧盟怀疑论者反北约的政党协商组局，也烦恼新政府可能树立文明世界，也就是甲 欧盟参西方的联合变局，巴比斯要强调家己亲欧盟、亲北约，捷克要离开欧盟和北约。Když byl 17. listopad 1989, bylo mi 15 let. My jsme potom jako studenti demonstrovali. 1989年的西洋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抗共运动，发生在迄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毋过政治焦点集中在捷克。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做捷克共和国甲斯洛伐克共和国，两国拢将西洋革命看作民主起点。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